大家好，我係二丁班嘅23號。今日我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本令我深受啟發嘅書《身上的每道傷疤》。你哋有冇諗過，每一道傷疤嘅背後都藏住一個故事？當我哋見到運動員企喺頒獎台，手攞住獎牌嘅時候，成日都會覺得成功對佢哋嚟講係理所當然嘅。但其實喺佢哋光鮮亮麗嘅背後，可能都隱藏住佢哋唔同嘅故事。呢本書令我重新咁樣思考成功同埋傷痕嘅聯繫，相信對大家都好有幫助。身上嘅每道傷疤由李慧詩作者所寫，佢係一本極其真誠嘅自傳，記錄咗李慧詩從2004年加入單車隊到2021年東京奧運期間長達17年嘅運動員生涯。主題聚焦喺運動員嘅傷痛、挫折同埋重生，透過真實嘅故事，探討堅持點樣轉化逆境為力量，分享點樣喺傷痕入邊揾到前進嘅勇氣。書入邊有兩個令我印象最深刻嘅重點。首先，第一個重點係傷痛係蛻變嘅催化劑。我印象最深刻嘅係李慧詩提到，傷痛係成長嘅必經之路。書中描述2006年一次嚴重嘅意外入邊，佢左手斷裂，醫生幾乎判佢運動生涯終結，因為要返到去頂尖狀態，幾乎係冇可能嘅任務。當時佢淨係得19歲，攤喺病床上面，一邊喊，腦海一邊閃過放棄嘅念頭，但佢咬緊牙關，選擇進行漫長而且痛苦嘅復健。結果佢唔單止康復，仲喺2010年打破亞洲500米計時賽嘅紀錄，令我真正咁樣體會到永不放棄嘅精神。嗰度手腕上嘅疤痕對佢嚟講唔單止係傷疤，更係佢證明自己可以超越極限嘅永恆印記。另一個令我印象深刻嘅係佢對內心脆弱嘅坦誠。我哋成日都以為運動員係鋼鐵般嘅意志，但李慧詩卻勇敢咁樣揭露咗佢嘅恐懼同埋無助，直言不諱咁樣承認自己都有因為無力同埋挫敗而痛哭。呢份真性情反而令到我覺得佢更加似一個活生生嘅人，而非神壇上嘅偶像。都令我真正咁樣體會到，即便好內心係強大如佢，都需要面對同處理內心嘅恐懼，呢啲先係真正嘅勇氣。同樣，作為一個運動員，我亦都試過受傷患影響比賽同埋訓練。呢本書唔單止講單車手嘅傷痛，更加似一面鏡子。映照出所有運動員喺訓練同比賽中都會遇到嘅身心嘅挑戰，令到我從中獲得深刻嘅啟發同埋轉變。讀完呢本書之後，對我最大嘅影響就係令到我重新反思堅持嘅意義。李慧詩嘅故事令到我明白，傷疤唔單止係弱點，每一次嘅傷痛最後都會成為我哋成長嘅養分，磨練我哋嘅意志。呢本書鼓勵我更加勇敢咁樣去面對挫折同埋失敗，而唔係逃避同埋放棄。身上嘅每一道傷疤係一部好值得讀嘅好書。最後，我想用書入邊嘅一句話嚟終結我哋今日嘅分享。身上嘅身上嘅每一道傷疤都承載住一個故事，講述着一個堅持。每一位運動員背後嘅故事都值得我哋去了解同埋支持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入邊獲益，迎接屬於自己嘅彩虹戰衣。多謝大家收看。